来看高雄有一个20多岁查某囡仔，对9岁开始就常常规身躯酸痛，拢靠食止痛药来减轻痛痛。后来去检查，医师表示讲，伊是得到纤维肌痛症哦，这算是一种慢性病。医师嘛建议讲，规身躯肌肉痛痛超过3个月，就应该去病院检查治疗。 用手对手肩胛头来疏解痛痛，20多岁的越南新住民吴小姐是家庭主妇，不过对9岁开始，全身的筋骨常常无原因的痛，影响伊的生活，不时拢爱靠活动身躯来疏解，还是食市面卖止痛药来消毒，效果拢无好。看医生诊断才发现是得到纤维肌痛症。生的是生小孩，就是也有跟过来这边比较新的生活，好了就是还不习惯呢，语言沟通什么就是很多理由，一起就是变成压力很多，好了就是。他就发比较长了。无搬动物，嘛无剧烈的运动，纤维肌痛症严重影响日常生活，尤其拢无振动，也是要困进前特别明显。医生表示，纤维肌痛症是一种慢性的痛痛，成年人的盛行率大约2%到6%，以女性为主，主要是筋骨拢会痛，加有疲劳、困不起的症状。在做病友的教育上面，是我们希望能够鼓励病人放松，那改善生活的形态，这个是第一步。但是相对台湾的我们这种比较高文明的社会，其实不太容易做到，所以有时候使用药物是一个好的方式。医生表示，纤维肌痛症成因非常的复杂，超过3个月以上，全身痛痛，所以伫找无原因，就要赶紧配合医生进行药物的治疗，控制痛痛，会当改善生活。记者李秀比较关高雄报道。